那我是负责剪辑那个戏剧的部分，就是所谓的搭饼，就是完成把它整个串在一起，最后跟导演一起来修正这部片这样子。那时候他们就说要像德鲁纳酒店，然后我想说。歌仔戏要像德鲁纳酒店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样，他拍出来的风格反而是像舞台剧的形式，比较像舞台剧的东西。以前传统的会有锣鼓点啊，在这个音乐里面，它其实是重新编曲，所以给了一个新的方向。我们在编的时候比较为难的是，我们变成是又想要顾及到一点点歌仔戏的元素。可是又希望能够遵照导演他们希望的，能够完全是流行新的，所以变成是这个取舍，后来还是比较偏向流行歌，因为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编得比较流行。那这边唐老师后来也是愿意接受这样的状况，然后再是给了剪接蛮多空间去。比如说，我想要随便上一个字卡0800帮诈骗专线什么的，那时候就觉得，好好玩哦，这个戏完全超过我原来的想象这样子。而且我觉得导演也很尊重你的想法，采纳很多你的意见。我说真的，我是打从心底佩服。30集，然后6个单元，每个单元有他自己要说的故事，而且其实很多东西是我们在重复播放、重复观看之后才发现，其实。导演跟编剧都埋藏了非常非常多的心思跟细节，一直跟别人讲说，我剪的这个东西很特别，很不一样。我在剪这个时候，其实是一个就是很开心的，好像在看他们的表演，参与到了一个这样子的制作，还蛮荣幸的这样子。